太極之道喺神武中流轉，一招一式推進氣血嘅運行。原始森林埋藏住百草寶庫，千年藥香浸潤每一寸土地。被譽為生命火種嘅硒元素，以得天獨厚嘅身份存在喺呢片大地。養生智慧流動於美食與美景之間，山野時鮮嘅甘美，江湖煙波嘅浩渺，都承傳住千年養生真諦。即使喺繁忙都市之中，古老秘方亦都同現代思維碰撞出新嘅生機。喺湖北，養生唔係一種選擇，而係天地所賜嘅生活方式。10年前我嚟過湖北拍戲，當時喺武當山住過一段時間，嗰度嘅空氣靈性令到我不自覺咁樣平靜落嚟，一直都好掛住呢一種感覺。所以今次我帶住當年嘅拍檔張永康，玩到無時停嘅林海欣，同埋需要唱歌靈感嘅龍婷，感受湖北呢一片土地，感受養生嘅奧秘。講啦，今次養生之旅有啲咩願望啊？我就係想變瘦變靚，同埋最短嘅時間打晒所有卡。貪心啊你！咁你呢？哦，成日都要唱歌，我想保勁呢條氣得唔得啊？呢一個容易啦。咁你呢，康哥？小朋友先做選擇，我咩都要，就睇你有幾把炮。4個字，花寶你哋脫胎換骨。而家就帶你哋去武當山養一養個心神。8個字咁樣。武當山聳立喺湖北西北面嘅群峰之間，係太極拳發源地，亦係千年道教嘅聖地。山脈一年四季都有雲霧繚繞，空氣滲透靈氣，腳踏嘅每一步都似行走於流轉嘅山水畫卷，靜物中暗藏生機。我哋而家喺武當山紫霄宮，距離金頂仲有8.7公里，海拔攀升1532米。我計過啦，如果我哋行得快啲嘅話，3個鐘頭內應該可以行晒9公36個庵頭。哎呀，你冷靜啲先啦，你放心喎，我同 U 姐10年前都有拍過潮拜武當，好熟呢度嘅，我包保你3個鐘頭內可以去晒所有打卡景點。錯晒！嚟到武當梗係唔係為咗睇景啦，最緊要感受呢度嘅道家思想，唔得㗎。如果我急咧，佢急啫嘛。你急啊！你話你急係攞係3個鐘。養生第一件事係要養心，身體健康緊要，心靈健康更加緊要。跟我嚟啦，帶大家漫活武當。Yoyo，行樓梯梗係可以養生啦，做運動啊嘛。呢一條咧唔係普通嘅樓梯嚟㗎，佢好適合人體自然跨步嗰個節奏啊！武當山嘅石階睇落普通，其實內藏古人嘅養生秘技。每級石階嘅高度固定喺12至15 cm 之間，每一次踏步都會不斷刺激腳底嘅湧泉穴、太白穴，多角度喚醒心經嘅氣血流轉。相傳喺元明之時，張三豐喺武當山觀察學蛇相鬥，悟出太極拳法，更將道家養生哲學化為動靜傷身嘅武術。直到明朝永樂年間，朝廷大興土木，建造33座宮觀，武當山就成為咗太極拳嘅修煉聖殿。
係叫你哋入去等我耍太極嘅咩？你哋喺度講句説書做咩啊？唔係啊，我哋唔敢入去嘅，Yoyo。我喺內地咁耐都未見過咁嘅事。我哋學太極拳噶嘛，唔係學西洋拳喎，點解會有個西洋人教嘅？係咯，西洋人啊，而家都會養生㗎，讀多啲書啊，讀多啲書。行啦。Hello Jack。哎，有，等了你好久，來一起來練。傑克道長，武當三豐派16代傳人，20歲嘅時候，出於對武術同道學嘅熱愛，由美國隻身前往武當山修行，最後決定扎根武當。好，準備，好，吸氣，肩膀放鬆，然後雙手氣，好，保球式可以定下來。比如說，如果我加力，你就加多少，我加多少。馬步2個膝蓋打開，對，就在這兒。太極養生咧，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調心同埋調意。咁如果係想真正嘅養生咧，就係要由呢一個定架為先啊。咁我哋嘅架咧就係我哋嘅骨骼啦。當我哋嘅骨骼中正安舒嘅時候咧，氣血就可以周流啦。當我哋氣血循住個經絡咁樣運行嘅話咧，就可以滋養我哋嘅內臟。咁我哋嘅五臟得以滋養之後咧，咁自然咧就提高咗我哋嘅免疫力啦。當我哋嘅架做得好之後咧，咁自自然然咧，你嘅人咧就會係慢慢去調到心啦。心神內斂，身心平和，身體健康先至係達至我哋嘅養生之道㗎。太極如絲，剛柔交融，動靜相宜，一招一式都蘊含住陰陽嘅調和，將天地靈氣納入經絡，每個轉身，每次呼吸都同天地自然間呼應，蘊含養生嘅奧義。問道武當最震撼又最令人期待嘅一環，莫過於登上武當山嘅頂峰，參拜金殿。明朝嘅工匠咧就係沿住呢啲石級，將金殿嘅組件咧一件一件咁樣搬上山頂，再喺山頂上面咧組裝。淨係運送嘅過程啊，都已經花費咗3年嘅時間啦，動用咗30萬嘅人員先至完成㗎，絕對稱得上咧係工程奇蹟。我哋而家咧已經去到登頂嘅最後一段路，叫做九連拐。佢就係古人依照山脊去作出9條差唔多180度嘅急轉彎。其實目測咧，每一個石級都超過60度㗎，咁即係話我哋上到去嘅時候，基本上係要手腳並用。不過咁講啊，呢個係道家文化其中一個思想嚟嘅，就係要透過挑戰我哋身體嘅極限，去磨練我哋嘅心智，衝過一個又一個嘅難關。一人加油，一人得㗎 ，Go！金殿建於海拔1000米嘅天柱峰頂，巍峨群山之上，雲霧繚繞之下，正如天界嘅仙宮金闕。佢亦都係中國現存等級最高嘅銅鑄鎏金神殿，由青銅同黃金鑄造，再以榫卯拼接而成，不費一釘一鐵，堪稱雲端上嘅建築神話。好開心啊！我哋終於而家上到嚟金頂呢一度啦。咁其實咧喺武當山呢度咧，有好多嘅宮殿咧都可以咧祈唔同嘅福嘅，譬如好似話係事業啦、愛情啦、家庭啦、健康啦等等啦都可以嘅。但係咧，唯獨是咧金頂呢一度咧係乜嘢福都可以祈，而且係特別靈驗。立於金頂之巔，雙手合十嘅一剎那，山峰將祈福之願送上九霄雲外。此時此刻，所求所願皆成迴響。
嗱，圍住呢個金殿，摸住呢啲銅柱，就可以轉好運啦，可以消災解難，咩好事都會嚟㗎啦。金殿歷經600幾年嘅風吹雨打、雷電洗禮，依舊屹立不倒。對問道者嚟講，金殿係道家精神嘅歸宿。觸摸金殿銅柱，既係尋找心靈上嘅慰藉，亦係向蒼天嘅致敬。武當山聞名天下嘅，仲有立於懸崖峭壁之上嘅龍頭香，由古代工匠雕刻而成，呈現兩條龍相互纏繞、追逐火龍嘅形象。古代百姓會以性命相託，踩上龍背敬香，只為將一炷心香送達天庭。其實咧，我個人咧一直都比較唔中意影相，因為我覺得好多嘢都要用肉眼去睇，用肉眼去感受，去望下呢一個山脈、呢個山峰。我覺得好希望有一日可以再嚟，係帶埋我嘅家人啊，帶埋小朋友上嚟睇到呢一種咁震撼嘅畫面，即係好似仙境一樣。有人登金頂係為咗一覽山海，有人係為咗觸摸600年前嘅鎏金銅瓦，而有更多嘅人想喺離天最近嘅地方許一個虔誠嘅心願。光就行呢個天下第一仙山，仲要登埋上個金頂。而家攰就可以落嚟歇一歇，仲有杯咁靚嘅養生咖啡飲，真係一大樂事。優姐呢個慢活武當養生之旅，果然係值得去。由武當山嘅青石古道啟程，一路向北行，迎接你嘅將會係一片一望無際嘅湖光山色。呢度係丹江口水庫，又叫千島湖，有1000幾座大小島嶼聳立。隨住季節水位嘅變化，時隱時現，擁有水漲為湖、水落為島嘅奇妙景觀。Yoyo 啊，啱啱坐車嘅時候經過呢條路，已經覺得呢度好靚噶啦。原來呢度仲有一條行人路可以落嚟行噶。呢條環湖公路咧喺丹江口嘅名物，堪稱中國最美水上公路。佢仲連接咗咧好多 A 級嘅景區，好似話係森林公園啊、峽谷啊呢啲。我仲知道咧呢度7至8月大概雨季嘅時候咧會更加靚啊。環湖公路被譽為會呼吸嘅公路。風景秀麗，3季有花，4季常綠。千島嘅風景10米一變，100米成畫，簡直可以媲美挪威嘅天堂之路。丹江口，一座因水而生嘅城市，又稱為中國水都，擁有亞洲最大嘅人工淡水湖。承載住北中國嘅水源命脈，每年超過95億立方米嘅優質飲用水由丹江口啟程，最終流入北京頤和園嘅昆明湖，完成一場跨越半個中國嘅生命接力。武當山嘅養生文化咧就係太極啦。而今日我哋嚟到丹江口，又喺呢個咁靚嘅位置。大家估唔估到呢度嘅養生密碼究竟係啲咩？呢度四周圍都係水，後面有水㗎。呢度嘅魚見咧，夠啦，即係咁多口水㗎。不過你講中咗一樣嘢，丹江口嘅養生密碼就係水。哦，咁飲多啲水好啊！我一日都飲成8支水。好靚。此水不同彼水，因為咧丹江口呢度嘅水咧又堪稱為黃金水。黃金啊！
金水啊，好想直接飲啊，但係喂，龍婷，啱啦。嗱，你第一次拍旅遊節目啊嘛，係咯。我作為前輩，點都要關照下你嘅。好啊好啊。嗱，呢杯單江口嘅黃金水咧，佢嘅水質標準咧係達到直接飲用級別嘅。國家嘅水質標準係根據水中嘅污染物，例如有機污染物、重金屬、大腸桿菌群、懸浮物嘅濃度同埋種類來進行分類。而丹江口嘅水質已經連續10年達到國家地表水質標準中嘅2級或以上嘅級數，適合用於一般生活飲用、農業灌溉同埋水產養殖。人體需要水嚟維持細胞功能、排除代謝廢物、提高免疫力等等。嗱，我斟好咗啦，請你試下。你當我冇做功課咩？嗱，據我所知咧，呢度啲居民係長期直接飲用丹江口水庫深水區嘅水，呢度好明顯係淺水區啦。不如你游水過去深水區，斟一杯俾我試一試啊！而家主持真係做足功課喎，梗係得啦。我攞啲水俾你啊，喺度等我喎，唔好走，喺度等我喎。哦，真係喺度等我喎。知㗎啦。對丹江口嘅人嚟講，守護水係天大嘅事。高質素嘅水唔單止能夠構建優質生態屏障，更滋養咗一條生機勃勃嘅水經濟產業鏈。當中最獨特嘅係魚類養殖發展，用丹江口嘅水養活嘅淡水魚。佢都做水質鑑定，而我呢啲做細嘅，梗係要為今晚餐晚飯去奔波㗎啦。師傅已經教咗我啦。咁首先咧，我而家捉嘅就係一條丹江口嘅大白鯛，已經等緊我啦。呀！我攞到啦，就係佢啦，夠晒皮尾，今晚餐晚飯有着落啦。哇！你哋兩個去咗邊啊？等咗你哋好耐啦。係啊，我哋做呢一個嘅黃金水嘅水質檢查。有去撈金啊？講俾你知點啊？咁多嘢等我。今晚咧就特登帶你哋食呢一個魚宴嘅。大家都知啦，中國人咧有一句説話叫做咩啊？無魚不歡啊嘛。今晚咧呢一度咧有6種嘅淡水魚，6種唔同嘅做法。既然嚟到丹江口咧，一定要食大白鯛。清蒸大白鯛保留咗魚嘅原汁原味，加上有丹江口水質嘅加持，魚內冇重金屬殘留，魚肉嘅肌纖維緊實，更有效補脾益胃、利水消腫。好滑啊，好好味啊！大家又知唔知咧？呢一個大白鯛咧，堪稱係呢一個淡水魚界嘅第一。我想問下，點解呢條魚會係咁樣切法嘅？咁樣切法好喎，咁起碼佢可以保存到佢呢條魚嘅完整度，同埋咁樣切法上咗之後咧，你睇到啲細嘅魚骨，你可以撩咗出嚟先，你食到落去咪啖啖都係肉。即係順住嗰個骨個方向可以成個抽。而家見到晒㗎，啲魚骨幾易抽出嚟。同埋佢呢一個咧，脂肪含量好低啦，佢嘅蛋白質含量好高嘅，所以咧你食落去個魚油好豐富啊！佢最特別就係真係要嚟到丹江口呢度先食到，係啊，所以都好珍貴啊！一定要食。好啦，到我介紹啦，而家大家請品嚐一下呢個大頭魚湯先啦。佢咧就用咗大頭魚嘅魚頭啦，煲湯係一流嘅。大家味道如何啊？好好飲啊！因為咧我自己咧好中意飲魚湯嘅，而呢一個魚湯咧佢係好濃郁同埋係好香啦，好清甜，同埋呢個魚頭湯咧係好正啊，含有好豐富嘅 DHA 啦，好啱發育咧嘅小朋友飲。其實咧一家大細都好啱飲，真係超級有營養。飲完個心暖暖地，好舒服。佢仲加埋嗰個魚香葉，係啊，魚香仲可以解毒啱你嘅胸㗎。魚香葉即係紫蘇葉，係一種藥食兩用嘅植物，自身帶有散寒和胃、抗菌消炎嘅作用。
如果喺燉魚湯嘅時候加入適量魚香葉，能夠去除魚腥味，提高湯汁嘅鮮味。呢個咧就係香煎錦魚方，咁佢咧係號稱係淡水魚當中嘅鯊魚。香口嘅，好野味。同埋咧，我覺得頭先咧我哋食嗰啲咧，啲魚肉咧係好滑，呢一個咧係好結實嘅感覺。同埋我知道咧，佢係好適合俾啲做 gym 嘅人士食嘅，因為佢係高蛋白低脂肪，都啱我哋呢啲女士食。錦魚每100克就含有20.3克嘅優質蛋白，蛋白質係身體建造以及修復組織嘅重要物質，對於維持身體健康、促進發育有非常大嘅幫助。生長喺丹江口嘅錦魚，氨基酸含量比其他水域嘅錦魚高22%，能夠更有效促進腦細胞能量代謝，增強記憶力。真係好食啊，好滿足啊！大家今次覺得我 plan 呢個丹江口之旅點先？好山好水好生活，果然係中國嘅水都。嗱，咁我哋不如大家為呢一個養生之旅飲杯。飲啊！踏入夏天，氣候潮濕，飲食應該以清淡為主，避免加重腸胃負擔。中國人講究藥膳養生，喺夏天適宜多食利濕、清熱食物作為調補。下一集，4位養生大使探索湖北秘境嘅藥膳養生文化，仲會深入中國醫藥起源之地，尋找鹽低